你知道吗？不是所有台湾茶都能放冰箱，但有几种茶放冰箱反而更保鲜。第一类，重焙火乌龙，像炭焙乌龙、木栅铁观音、洞顶焙火，焙火重，含水低，冷藏能延长香气保存。第二类，台湾红茶，深发酵，红玉、红韵、小叶种红茶，发酵高，茶性最稳定，冷藏能避免走味。第三类，东方美人，高发酵，香气厚，放冰箱能延缓老化，保蜜香。第四类，未开封的真空茶叶，任何品相都适合冷藏，真空加低温等于最强保鲜组合。冰箱保存3大原则：第一，一定要密封，必要时2层；第二，拿出来要完全回温再开封，避免结露；第三，开封后的茶不要再放冰箱。记住，重焙、深发酵未开封的茶放冰箱最安全。想让茶放越久越香，懂这招就不会踩雷。